聽眾朋友你好，我係羅賓，好多謝你收睇古今漫遊。90年前嘅一個夏日，伊拉克博物館嘅考古專家喺一個距今2000幾年嘅古墓入邊，發現咗一個古代化學電池。呢個就係後嚟聞名遐邇嘅巴格達電池啦。原來呢個電池竟然係嚟自一個史前文明嘅一個時間旅行者。呢個史前文明嘅科技高度發達，史前戰爭嘅特殊打法同埋佢嘅高科技都令人大開眼界噶。呢個究竟係點樣嘅一個史前文明呢？1936年6月嘅一個夏日，喺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嘅近郊，一個不起眼嘅村莊入邊，有一群修建鐵路嘅工人喺度掘地，無意中挖出咗一件令人驚訝嘅寶物。工人首先挖到嘅係一塊巨大嘅石板，喺呢個石板嘅下面係一座古代嘅墓穴。伊拉克博物館嘅考古專家聽到消息就趕嚟啦，經過勘探研究，專家確認呢個係一個距今2000幾年嘅古墓，裏面有大量公元前248年至226年嘅古波斯時期嘅文物。其中最令考古學家驚訝不已嘅唔係裏面嘅金銀珠寶，而係一個簡陋嘅用陶瓷做成嘅容器。佢高15厘米，形狀好似花瓶咁樣嘅。嗰個容器入邊裝咗瀝青，瀝青入邊有銅管同埋鐵棒。無奈伊拉克博物館嘅館長宣布咗一個驚人嘅消息，原來呢一件陶器係一個古代嘅化學電池。如果將一啲酸或者鹼性嘅水倒入去呢一個容器入邊，就可以發出電嚟噶。呢個就係後嚟聞名遐邇嘅巴格達電池啦。呢個消息震動咗考古界。要知道，物理學家福達發明嘅世界第一個電池係喺公元1800年，距離而家先至係200幾年嘅歷史。唔通喺2000幾年之前，居住喺呢個地區嘅波斯人就開始使用電池啦咩？呢件事情點樣解釋呢？學者頭痛不已，無數嘅假設都無法自圓其說，最終成為咗考古界嘅一大懸案。就喺大家以為呢個謎永遠無法解答嘅時候，有一個人喺政見網上面發表咗一篇文章，話佢可以揭開呢個巴格達電池嘅謎團。呢個人係邊一個呢？佢嘅筆名叫做道明，係一位擁有特異功能嘅修行人。特異功能之所以稱為特異，係因為呢一樣嘅能力係一般人所冇噶。但係有啲人天生就有，而有啲人呢，通過修行亦都能夠開發出嚟。從古至今，呢種能力並唔罕見噶。特異功能亦分為好多種，而道明所擁有嘅係可以睇到前世嘅宿命通功能。咁樣佢睇到嘅呢一塊電池到底係點樣嘅一回事呢？原來巴格達電池追根溯源，竟然同一個史前文明有關嘅。道明話，23800年之前，喺西非大陸上面曾經存在住一個叫做阿都術嘅王國。呢個名稱嘅意思係眾神聚居嘅國度。呢個王國並唔係茹毛飲血嘅原始部落，而係一個好似亞特蘭提斯一樣擁有高度文明嘅國家。佢擁有將近800萬嘅人口，居民嘅膚色係棕黑色嘅，信仰住同自己膚色相對應嘅天國世界入邊嘅神靈。呢個國家實行君主立憲制，民風淳樸善良，對神嘅信仰虔誠而堅定嘅。阿都術人非常重視對人體、星辰、宇宙嘅研究，對人體潛能方面嘅開發達到咗相當高嘅水準。有趣嘅係，佢哋科技發展出嘅所有機器設備都係為咗增強同埋輔助人類嘅超能力。呢種與眾不同嘅發展思路，令到阿都術王國嘅科技同埋超能力相得益彰，共同成就咗一個獨特而先進嘅文明。道明話，佢喺輪迴入邊曾經轉身到阿都術王國嘅第3王朝時期。嗰一世佢係負責王國後勤同埋財政嘅神職人員。道明有個好朋友叫阿迪，呢個名字嘅意思係神嘅使者嘅意思。
阿迪從細就展現出好多超常嘅能力，係當時王國入邊萬裏挑一嘅修行人才，俾國家當作國寶一樣咁樣去培養㗎。從5歲開始，佢就喺高人嘅指導之下修煉啦。等到阿迪30歲嘅時候，佢嘅修為同埋法術已經達到咗驚人嘅高度，成為咗全國唔到10個嘅最高境界修道士之一。阿迪擁有一個令人十分向往嘅特長，呢個就係穿越時空啦。道明話喺嗰一世，佢同阿迪私交甚密，經常提供俾佢一啲關於時空穿梭嘅建議，幫助佢完成國家嘅任務。阿迪嘅任務係探索地球嘅歷史同埋未來。亞都術嘅科技非常發達，雖然阿迪憑住自己嘅法力同埋神通就能夠自由咁穿梭時空，但係國家仲係研發咗一種叫穿梭機嘅設備嚟輔助佢㗎。呢一台穿梭機直徑10米，可以坐2個人，前面裝有透視圓窗，佢係使用微觀粒子能源㗎，通常係以半隱形嘅狀態出現，可以通過意念操控。呢一個穿梭機唔單止能夠輔助時空穿越，仲能夠延長穿越者喺其他時空嘅停留時間，係一個強大嘅輔助飛行器。有一次，阿迪開住佢嘅穿梭機穿越到咗公元前3世紀嘅古波斯，佢喺一個小村莊附近降落嘅時候，俾一個牧羊人撞見咗。牧羊人見到呢個穿梭機，以為係天神下凡，好激動，於是興奮咁樣帶走咗穿梭機更換落嚟嘅廢棄電池。呢塊電池被當作天神嘅禮物，代代相傳。由於電池本身具備好強嘅能量，同時能夠釋放熱量，牧羊人就將佢視為神嘅信物。電池傳到咗佢第18代子孫嘅時候，由於遠近馳名，受到咗好多貴族有錢人嘅關注，都想將電池據為己有。為咗防止寶物被其他人搶走，牧羊人嘅子孫可謂絞盡腦汁啦。最後決定將電池同埋一啲陪葬品一齊埋喺已故親人嘅棺木入邊，咁樣一嚟，不單止可以保住電池，仲能夠令祖先嘅靈魂得到天神嘅庇護，真係一箭雙雕啦！呢個就係後嚟被挖出嚟嘅巴格達電池啦。呢個電池傳咗咁多代人，最初包裹電池外殼嘅高碳纖維殼逐漸損壞腐爛咗啦。為咗保護呢個寶物，牧羊人嘅後代真係費煞苦心啦。後嚟佢哋就做咗一個陶瓷嘅外殼包喺上面，呢個就係依家考古學家諗嚟諗去都諗唔明白嘅地方。佢哋見到電池入面嘅現代化結構，再睇睇外面古老嘅陶器造成嘅殼，簡直係像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點樣推點樣假設都不得其解啦。阿迪喺人間修行咗200幾年，佢利用自己嘅法術神通多次穿越時空，游走喺歷史嘅過去同埋未來之間，足跡遍布全球，係個名副其實嘅時空穿越者。雖然佢可以進入任何時代，但係有一個規矩，佢唔能夠帶走任何時代嘅物質，如果唔係，就會造成自身物質空間場嘅錯亂，就無法返回自己嘅時代去㗎喇。不過佢可以通過穿梭機上面嘅全息投影設備保存落嚟過去同埋未來嘅影像。呢啲影像對於亞都術嘅人民嚟講都係非常珍貴㗎，使到佢哋能夠借鑒唔同時期嘅文明嚟完善自己嘅社會。嗰個時期好多高境界嘅修道士已經預見到喺未來，亦就係我哋呢一次文明嘅歷史入邊，將會有宇宙之主降臨人間。宇宙之主係乜嘢概念呢？劉伯溫喺燒餅歌入邊係咁樣寫㗎：上末後10年，萬祖下界，千佛臨凡，普天星斗，阿漢群真，滿天菩薩，難脫此劫，乃是未來佛下方傳道。呢個就係話天體宇宙喺成住壞滅嘅末後嘅時代，宇宙之主將會降臨人間傳法，救度宇宙嘅眾生。眾天神佛為咗得救，亦都紛紛下世，
希望能夠得到宇宙之主嘅救度，返回天國世界。喺好多人嘅想象入邊，神佛降臨人間應該係光芒萬丈、神威顯赫噶，但係實際上並唔係咁樣噶。神佛嚟到咗人間就同凡人一樣啦，飲咗孟婆湯就乜嘢都唔知道啦。例如釋迦牟尼係從好高嘅境界嚟噶，但係當佢投胎到人間嘅時候，依舊係個凡人，要經歷人生嘅痛苦、修行悟道嘅過程，先至能夠逐漸覺醒，記起前世。如果佢貪圖享樂，唔想修行，或者喺修行路上面遇到咗困難就放棄啦，咁樣可能就迷失喺人世間啦，就再翻唔去啦。耶穌亦都係一樣，佢甚至仲被釘死喺十字架上面呢。所以話喺末後嘅時代，有無數神佛嚟到人間，其中好可能就包括你同埋我，只係我哋唔記得自己嘅前世係邊一個，來源有幾高，甚至變得只相信科學，唔相信神佛，迷失喺世俗入邊。咁樣邊個先至能夠嚟救呢啲人呢？咁就只有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宇宙之主啦。呢個係宇宙入邊最大嘅一件大事。根據道明嘅描述，喺亞都術王朝，人體科學深深影響住社會生活嘅每一個方面。喺農牧業方面，佢哋運用超能力篩選出最優質嘅動植物品種，進行種植同埋飼養。佢哋培育出嘅農作物唔單止係果實碩大，營養價值亦都係極高㗎。工業方面，政府會派遣具有透視同埋感知能力嘅超能力者去勘探礦床，佢哋能夠準確咁樣感應礦床嘅能量場，從而能夠揾到各種稀有金屬，為工業嘅發展提供咗強大嘅支援。亞都術嘅歷代君主都秉持住敬天愛地、尊重人民同埋自然嘅理念，盡力將國家建設成好似花園一樣咁美麗嘅理想國度。喺嗰度，廣闊嘅森林同埋草原無邊無際，處處鳥語花香，生機盎然。生活喺咁樣嘅寧靜美麗嘅環境入邊，人嘅內心安寧，同大自然融為一體，共同創造咗一個祥和美好嘅世界。喺亞都術王朝嘅全盛時期，就算國內四海升平，和平穩定，但係佢哋嘅軍事力量亦都係十分之強大，堪稱罕見嘅。間中會有邪教異教徒挑起戰爭，但係亞都術嘅應對方式可以話係超能力版嘅維護和平。佢哋會召集王國入邊法力神通最強嘅超能力者，直接運用神通將壞人嘅肉身一掃而空。喺戰爭發動嘅前夕，就將計劃發動戰爭嘅陰靈同埋惡人鏟除，將佢哋嘅陰謀扼殺喺搖籃入邊。所以戰爭仲未嚟得及開始，就已經悄然結束噶啦。如果敵軍真嘅入侵，亞都術會動用氣象武器，比如喺炎熱嘅夏日，佢哋會派遣超能力者將敵軍困喺一個地方，然後將氣溫驟降到零下20幾度，導致嗰啲身着夏裝嘅敵軍喺毫無準備嘅情況之下被凍成冰雕，從而全軍覆沒。但係盛極必衰。喺經歷咗7個王朝幾百年嘅光陰之後，亞都術王朝亦走向衰落。第7王朝時代，社會道德下滑，人心墮落，大家放棄咗對正神嘅信仰，專門崇拜魔神。隨住社會陷入混亂，大瘟疫開始肆虐，最終導致咗王國嘅滅亡。歷史嘅長河奔騰不息，無數王朝興衰更迭，最終都湮滅喺時間入邊。歲月悠悠，2萬幾年過去咗啦。除咗呢個電池，亞都術嘅蹤跡早已難以考證。但係就算大家將呢啲事當作神話傳說，佢仍然具有深遠嘅意義。佢啟發咗我哋嘅思考，拓寬咗我哋嘅思維境界。好啦，今日就講到呢一度，感謝你收睇古今漫遊。如果你喜歡嘅話，請點讚、訂閱、分享。我係羅賓。我哋下次節目再見。